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看到我都来底下来做运动的哦。永群先生今日要来教大家是芭蕾瑜伽，优雅的芭蕾加上瑜伽动作，将能放起来的听先生同下来做芭蕾瑜伽哦。运动之前，请来准备像安尼等的，有扶把的、无练的等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俺拿来做动作的哦。芭蕾基本动作呢，我脚以位起好，记得我都是在手放来，师傅要夹紧，另外再手可以板凳的扶把，也是手的一位，二三。行开看书，下巴拉高，加上的鼓，一、二，看的书，三，好，慢慢的，看得心，慢慢的挺上来，脚掌，挺上来，控制你的平衡。可以发，拿来表两只手，肚子数，好，慢慢的数上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的挺上来，脚掌挺上来。另外，只手可以板凳，脚骨稳，都是数，这份数上来。记得你的脚唔可以弯弯哦，要伸出来，训练你的脚的力气。慢慢的数下来，平家按拿来做，像小鸡可以啄米用诶。好，给个安尼，可以食饲料，你看看下脚，点点点，踢上去，跌下来，数下来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个时间，踢上去，数，来做停留。增加的肌耐力哦，慢慢的数下来，更加多做旁边，踢上去，控制好，好，电梯，放下来，做后背，用只手可以。板凳，脚骨稳，好，脚伸出去，小鸡啄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踢出去做停留，用一只手，下巴抬高，看远方，好，放下来，可以发弯片，用另外一只手。慢慢的数下来，再看一次哦。小鸡啄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旁边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电梯，後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伸出去，用一隻手，
训练的平衡感。再弯片，叶片做好要来弯片的哦。弯片的时间，记得同个灯呢，把那另外一片去。准备好了吗？办好了哈。来做鼓的动作，慢慢的腾空来，下巴拉长，练平衡，师傅要夹空来哦。你赶紧要放松来，脚七条打直哦。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小鸡啄米，1、2、3、4、5，伸出去，练平衡感，手柄上去，提气哦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换旁边哦。1、2、3、4，提气。点地，下来。两只手板轮，脚伸出去。记得咯，我的脚7条要伸出来，唔可安尼慢慢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板轮，两手伸长来，绑长来，眼珠看远方，下巴拉长。有感觉动作个优雅哦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再摆，伸出去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慢慢的弯片。我感觉手讲有人绑，脚讲有人低腰要绑，你的手脚会变得更粗更长，身材会变得更修长。点体，好，慢慢的腰背做一个延展，背拢打出来。来做后仰，放起来，再一次，慢慢的低腰背，背拢打出，多做压动作，可预防驼背。慢慢的放起来，phía中间，做一个缓和，吸气，手松出去。绑都唔可以绑诶，侧弯腰，鼓下去
移动重心，慢片。吸气，调气，跪在中间。今日动作记得了吗？观众朋友，係每禮拜屯先生同下做芭蕾瑜伽，明日屯先生練習運動，身材會變改好，身體嘛會變改好哦。好好運動，還能下次再來了。